好啦，翻到嚟我哋呢度第6個速算技巧啦，90幾乘90幾。咁首先咧，呢種數我哋有個特色嘅，佢係一個兩位數，十位數係9，個位數係任意數嚟嘅，咩數都得，冇所謂嘅。咁我哋首先用啲正常人嘅方法去計呢條數啦。97乘94。首先9乘7等於63，乘6， 9乘9 81，加6 87。4乘7 28，乘2 94 36，加2 38，加埋佢8， 3加8係11，乘1， 7加3係10，加1 11， 8加1係9，答案9118。OK， 呢個係正常嘅方法啦。好，咁我而家睇下快嘅方法點做咯。首先97乘94啦，一樣嘢，97係等於100減3， 94係等於100減6，睇清楚咯喎。而家就係個步驟啦，97減6。91，將91寫喺度啦。OK， 第二個步驟3乘6 18，寫埋喺度，計完啦。好，再嚟做多幾條例題啦。94乘95，同樣嘅方法啦。首先94等於100減6， 95等於100減5。OK， 94減5等於89。6乘5等於30，組合起嚟就係8930，寫翻上去啦。好，下一條咯喎，96乘92，呢度等於100減4，呢度等於100減8。96減8等於88， 4乘8等於32，又計完啦。咁我哋又再加快少少速度啦。99乘99，呢度都係100減1，呢度等於100減1。99減1等於98， 1乘1等於01。記得啦喎，留意翻兩個位咁處理，咁所以我哋會得到9801。OK， 仲有最後一條示範啦。95乘93，呢度減5，呢度減7。95減7等於88， 5乘7等於35，答案等於8835。好，今日教到咁多先。